镜头搁等下，咱过来，咱来关心控制署的总统大选，那白合即马有新的进展。这是侯友宜的阵营郭文哲的竞选办公室已经约好啊，伫拜六下晡双方幕僚会见面。也毋过，当地拼连署的郭台铭阵营是批评讲，伊毋是真正要合作，因拢是咧使暗盘。面对在野当地拼整合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表示，选举要有变化，嘛有变数，毋过伊会做好上好的准备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办第拜三，向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的竞办。等出南北合会前会5个见面的时间点了后，双方是确定10月14下晡2点半。郭阵营是竞选总干事黄珊珊，郭办的主任周如秀代表，和校竞办执行长金宝聪，国民党秘书长吴建庭见面来协商。会议前后拢会开记者会，避免争议。会议专程录影。大家就相关提出来的理念，甚至包括方法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谈，好好的坐下来面对面。我相信两边都有善意的回应，就期待的我们朝蓝白合往前走。我想我们3个主张一直都没有改变。那这一次的会谈呢，也会针对民调跟辩论的形式来进行讨论。国民党这边坚持，若要拿白合，爱先辩论再比民调。侯友宜是认为讲，无应该设整题开放讨论，嘛表达家己愿意辩论。不过希望透过联署推动在野团结的郭台铭阵营是批评讲，目前拿白不是真心想要合作，是咧互相算计。郭董他是乐见于选民的期待，在野的合作。但是需要真心诚意的合作。我们看到目前蓝白之间的过招，其实越来越走向斗争的方向。郭台铭本人是连续2天拢无公开行程，但是伊伫面册发文讲，家己是咧算真的，连续剩22天，同款的拍拼去冲分数。面对在野拼整合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讲，选举搁在变化，家己会做上好的准备。未来我会将和平当作是我做总统的使命。维持两岸和平，尊严对等，各有对的和平，才是真正和平。赖清德12以副总统的身份参加玉山论坛，替12主办的金融奖颁奖，过去桃园走5个竞选行程，甲6战过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